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行政院会通过私立大专校院学生的学杂费补助，一档补助35000块，按算明年2月开始实施。台中铁路警察分局一个姓罗的警察，嘛做外派领验书检测，今仔予3名模特儿指控性骚扰。法国巴黎一个17岁的非洲裔驾驶拒绝接受警察临检，结果被警察枪杀，民众上街头示威抗议，嘛发生冲突。新台市来看，行政院会通过要补助私立大专校院学生的学杂费，一档补助35000块，高中级嘛免学费哦，佮要扩大公私立大专绿色补助的方案，综合贷款等因的条件嘛放领，按算明年2月开始实施。有高中生是认为讲，既然有学费的补助，就不一定爱选公立大学，私校无袂歹的科系嘛会考虑。行政院议会确定通过有限公私立学校学杂费差距甲配套措施方案，其中上受关注的就是补助私立大专院校学生学杂费，当年补助3.5万，有47.3万学生受益。另外一个是高中级学费全免，会有11.3万人受益，预计明年2月实施。他每一年负担的学杂费，其实是比公立学校学生多将近5万块钱，借由拉近学杂费的差距，能够来落实教育平权，所以有1+3的方案，总计可以照顾63.4万名的在学的学生。为了减轻学生学费负担，兼顾受教育权益，也会扩大公私立大专弱势补助方案。学贷等因部分也会进一步放宽底函甲申请次数。对于私立大学学杂费补助，学生各有看法。如果没有补助的话，我不会把私立放在选择里面。有的话或许会比较可以选那种好的私立大学。有些人他们念公立是因为家庭因素，他没办法念私立学校。对于想走职科但家里没有这么多经费可以念私立学校的人，或许对他们就比较有帮助。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大清德顶日提出补助私立大专生学费政策，引起讨论。行政院随后提出高中级学费全免等3个配套方案，引起南北同齐批评大压钱。不过，赖清德表示，是因为经济成长、税收增加，要帮助少年人减轻压力，专心拼学业。也佮强调，经费外加未影响到其他的高教经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幼儿园饲药的案件，针对10几一间幼儿园嘛传出讲有囡仔验尿异常，台北市林地检署暂时以无罪结案。另外，伫绑架的部分，有家长是质疑讲已经过个月了，头毛的检验拢还无结果。新北地检署今仔嘛表示讲，5月份开始就采检30来个学生，嘛已经送给调查局检验了，这几天应该就有结果。医护人员进前出动为车道入去采验，因为新北市10指某一个幼儿园有学生囡仔的尿检验好亲像无正常，才引起饲药的风波。经过士林地检署分案调查了后，认定专案无牵涉到犯罪，以无罪签结。昨天事检很快一式的高效率的证明，完全没有这回事。那板桥幼儿园事件，新北地检，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个答案。板桥某一个幼儿园同款出现饲药的争议，有学生囡仔家长感觉真奇怪，代志发生到即嘛1个多月啊，头毛的检验也是无结果，心内感觉无法度安心。大概是已经快50天了吧，就是到现在都没有，我还在等待验法的结果。但是验法需要这么久吗？我们就是一个问号。第一批送了这个12位幼童的这个毛发哈，那第二批送了这个24个，近期这个报告就会出来了哈，将在第一个时间就会跟社会大众公布哈。新北地检署讲，目前有36个家长提出告诉，少年社团教案说明，为5月开始也陆续采验36个学生囡仔的头毛，送调查局去检验。目前是以上诉件来处理，一定这几天都会有结果。只要报告一个出来，都会在第一时间公布。这次的喂药事件能够赶快的落幕，那还给我们幼教界的一个亲近的学习环境，这才是我们所有的亲师生的福气。
专栏因为争议不断，甚至捌变作政治攻防的议题。不过对亲属来讲，敢希望真相会当赶紧查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镜电视第4台上架案，昨 NCC 已经通过镜电视未来伫有线系统的第86频道。也毋过NCC 嘛有附带条件，要求股东切结股权爱交付信托，袂当找人头伊向正反对镜电视案的部分在野党的立委嘛批评 NCC 违法，要求 NCC 的主委陈耀祥落台负责。镜电视的第4台就价案甲档监事变更案，到当时一路插袂煞。NCC 2倍搁在排审，7个规权除了副主委洪碧忠回避，1个规权较真是线顶参加，各2个规权是弃权，以4-0通过就价案。档监事的变更申请冇通过。我们也没有外界所说的可以等到哪一个委员确诊之后才开会，这个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委员是有在线上开会，刚刚修过我们的这个议事要点了，所以线上会议其实也是合法的。回顾镜电视案的发展，去年1月镜电视核准设立，2月网络起步，5月开始伫 MOD 放送。不过申请第4台所一直引起争端，伫这期间政府高层介入的方式都捌停过，一直到2月审查通过 ，NCC 嘛有大条件，要求股东签切结股权交互信托，袂使找人头代持有，就价案才会生效。国民党的主张是陈耀祥下台负责，陈耀祥下台负责，下会期拒审 NCC 的预算，已经违背当时 NCC 对立法院说要在各种争议厘清调查之后有了结果才能够继续审议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NCC 根本就已经彻底违法。针对 NCC 趁国会休会排审通过镜电视案，在野立委是非常不满。5月初，那也就捌冲入去 NCC 大楼静坐抗议。这个排审，同款是搁去到 NCC 抗议，结果互员工甲因挡伫咧楼梯间，了报警处理，搁指控讲 NCC 违反消防法规。那也最后是抗议失败，专案也是审查通过。那一切顺利，镜电视上紧7月中第4台放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道安会上新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交通事故造成上千个人死亡，有将近18万人受伤4月1个月，就有31个行人死亡。实在力量今仔起，交通部呼吁主管机关，甲道安零死亡当作是目标，定出改善的计划。提出各地方去年交通死亡数据，时代力量地方平台拢伫交通部头前发声，要朝向2050年交通零死亡目标行。平台指出，目前对于交通政策，地方甲中央拢无共步，所以会发起地方倡议，结合民间力量改善交通。我们孩子每天与车争道，险象环生，到底为什么要好好的上学，搞得像障碍赛一样这么的困难？驾驶人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有所提升。但是当这些交通规划在地方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引人犯罪。民代指出，就算无让过路人扩大执法，不过目前过路人行伫路顶悬，也受真大惊吓感。伫去年全台主要都市交通死亡人数，新北甲台中拢各自负300多人，桃园263人，台南312人，高雄370人。若要阻止交通事故的悲剧，应该就由立法成立行政院顶级的部会，彻底解决交通权责破碎的问题。普遍各个县市都存在一个课题，就是说针对一些基础的资料还不够完整，我们已经要求各县市在今年年底前要去盘点他们县内的跟人行道相关的一些设施。交通部表示，5月中已经启动到22县市10个会勘过路人的环境，目前已经完成13县市的会勘，不过发现各县市准备无够，要求年底之前各县市要完成道路加交通事故数据的收集。就大数据甲交通环境的改善，营护交通环境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铁路警察分局一个姓罗的警察，嘛有伫兼外派领领书，今仔互3个模特儿指控性骚扰、甲跟踪骚扰，佮有讲一寡威胁的话警方表示讲，已经依法移送听取，这个警察嘛先调职。
国性马岛的外拍相片放伫咧网络。翕的作品全部出自一位警察之手。这一名伫咧铁路警察台中分局任职的罗姓警员，兼咧做外派的摄影师。29号去有3名马岛出面指控，罗南翕证前拢会强调家己警察的身份出示证件取得信任，搁再借机会伫咧现场或者是透过通讯软体性资料、跟骚甲言语威胁，甚至还可以威胁要杀人。觉得很可怕，就是怎么会有人直接跟模特说：“哦，我想拍你内裤。”想说要杀人，然后说要杀我，这样就是有指名道姓的那种。他以约拍的名义要求我去他家睡觉，我觉得不妥，拒绝后他就对我情绪勒索，一直说他有老婆，不会对我怎样，不去他家睡就是不信任他。这名罗姓警员2015年曾经因为协助老大人伫咧滨高岛脱困，以正义暖心的形象上过媒体，但是如今去互外派的马岛指控性资料，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表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已经对这名员警依法警告、移送行政处分，而且调离台中地区。经调查，已经对该员警依法告诫、移送，给予行政惩处，调整调离开台中地区，列为辅导对象，并持续约束该员警不要再有违法违纪，还有任何跟骚、性骚的情事。警方强调，已经将罗姓警员列为辅导的对象，而且约束千万唔通阁有违纪的行为。不过，3名马岛拢表示受到Me Too运动的影响，决定对这名罗姓警员提告，而且出面讲出来，防止更较侪人纳入去陷阱，也呼吁更较侪受害者站出来。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台南市的体育局嘛，表出讲有性骚扰的案件，性平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了。被害的查某员工哦，透过律师声明强调讲，性别穿插打扮拢无应该是互骚扰的理由。伊嘛帮讲，鼓励甲伊有同款做有的人，唔通搁再检讨家己咯。台南市体育局逼出骗骚案，国民党台南市议员林彦竹进前伫咧议会逼讲，有高层官员骗骚女员工，要求市府着要调查好清楚。体育局一礼拜前有启动性平委员会调查，也若受害者是透过律师用手写的批来发言，希望会当鼓励其他受害者会当和伊同款勇敢对黑暗当中站出来。但他那一封信是他特别想要提的，他知道体制对被害人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他希望大家努力活到有光照过去的时候，所以他觉得那是黑暗的漩涡，但是他希望勇敢活下去，然后大家不孤单的。他也很感谢市府这边愿意处理。这件骗骚案目前台南市府警方式正在调查，但是受害者委托的律师董自罪表示，受害者无按算要调离体育局，嘛捌拒绝民代的协助，但是民代所无顾虑伊身为当事人的感受，甲代志压出来，认为是替骗骚案来压关声势。我需要政治操作这种议题吗？这是我看到有女性那个同仁体育局的同仁受到这一种长期的被性骚扰，我舍不得出来讲话。我们这个案子自从接到这个讯息之后啊，其实就已经送性平委员会在做相关的调查。其他同事知道的也相当有限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也不便多做表示。对这件代志，台南市府强调，第一时间有召开性平委员会，甲涉案的官员调离现职，和检举者伫咧工课场未有接触到，后续爱等调查结果出来才处分。也若检举者有任何需要协助的所在，市府也提供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骗骚案愈变愈多哦，一个受害者黄小姐是指控律师李怀龙，第一个是大学生的时对伊性骚扰。李怀龙是回失的，也毋过强调讲这应该是误会。民进党的立委范云是指出讲，工会应该会当约束这的专业人士，所以号召律师、会计师、医师、中医师、有气科医师、建筑师工会来扩大性骚扰申诉的机制，积极来协助被害者。因为我自己身为单亲，我也会怕影响到我的家人。公告和性骚扰所因为烦恼家庭和牵连，要情绪失控。性骚扰争议摊销，受害者黄小姐指控律师李怀龙宽恕性骚，指出因为要向李怀龙问法律问题，为了感谢帮忙答应吃暗顿，暗顿了后到东海大学散步。李怀龙几下摆想要牵伊手，甚至男朋友，了后也过几下摆言语性骚扰，对话记录也过留有性暗示的信息。
我当时身体不断在闪躲，他却仍然坚持要搂过来，次数多达数十次。那他居然虽然表示歉意，可是他在对话中表示以下原字原句，重述。他说：“刚刚搂你腰的你闪躲的样子还蛮可爱有趣的。”我可能是追求黄小姐的过程当中，让黄小姐感到不快。那后来黄小姐说明她的不快之后，我立即道歉。李怀龙澄清是误会，对家己的言行举止表达失礼。黄小姐要求台北律师公会甲李怀龙进一个律师事务所，拢应该调查。立委指出，张夏真司自行职业本身就是头家，即卖法规恐惊互受害人找无人通帮助，只有掌握因职业权限的公会会当进行处分。辅调律师、会计师、医师等律师公会站出来，同齐帮助受害者。勇敢站出来的这些的被害者，不管他是生理男性、生理女性，那都能够给予最多的支持。那我们公会在去年就有成立一个性平的委员会，然后也接受申诉。那当然是有一些事情，可是当时受害者都不敢讲出来。最辛苦的就是没有人陪伴。律师公会指出，秉持性骚扰零容忍，会扩大性骚扰申诉机制适用范围，积极协助受害民众，提供心理辅导、法律咨询，加针对涉嫌性骚扰的公会会员，展开伦理调查，精神严重的人会受到惩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的二红基金宣传讲投资因的基金利润至少有8%，伫台湾嘛卖出超过2000亿。也毋过，这个基金伫七日宣布破产，上班的投资人受害。民众党的立委赖香伶今仔甲受害者开记者会，指控讲设伫台湾的调付公司甲二红基金根本就是同一间公司，讲这是一件诈骗的事件，要求政府应该协助被害人甲钱讨回来。我们的钱不一定拿得回来，可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就是持续去祸害我们的亲朋好友。看二红基金公职负责人高调秀出并且出席高级场所佚佗的画面，施小者心情是真低落。家己甲亲人汇寡钱摕去买基金了，就安尼无去啊！就算其他受害者造成自救会，也是讨无，因为有真侪业务员都惊做受害者，甚至自救会群组组织受害者报警或者是诉讼。叫我们不要去告业务，甚至恐吓说业务要是被抓去关了，就没有人帮我们处理什么基金赎回的这件事情。民众党立委赖香伶甲受害者律师开记者会表示，二红用伫台湾卖甲遮尔顺利，全部是靠伫台湾销售机构、调付财富管理公司甲下卡业务人员的推广。啊，不过进一步追查，销售资料显示，两边并不是代理关系。甚至让金管会甲调查局的空棒，在侦办期间将这金额碰中20倍，本来应该保护民众政府刷加做帮凶。希望查出他在台湾各地的代销机构的营业处，找到这个销售人员之后，我们循线可以进行司法上、刑事上面的一个追偿跟诉讼的一个程序。他在108年的时候，其实检调就已经去做这个搜索承办的动作，这公司还继续做这样的销售行为那该公司的业务人员难道完全不知道他所销售的这个产品是非法的这个境外基金吗？尤其是这个整个组织结构，那势必是超过3人以上那会属于这个加重诈欺。赖香伶除了希望受害者勇敢站起来以外，也呼吁政府协助被害者了解境外诈骗金流的去向，还原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彩券最近办遴选经销商的测验，有一种朋友是讲虽然考试中的人员有帮伊念部分的题目，也毋过是爱因家己看考试中来回答问题，这实在伤离谱啊！立委嘛要求相关机关都爱提出补救的措施。来，你看这张彩券有几号？我说我看不到呢。我到底要甲伊看。讲到参加台湾彩券经销商遴选测验时拄到的无合理情况，陈情人感觉放弃时，因为测验时市场人员虽然将部分的题目读出来，说爱因家己看作答，非常不合理。怎么可能会对呢？我跟他讲，他说我们规定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很无奈。
是咱政府无好啊来想讲要安怎来帮助这个市场，搁再次互这个市场拄着武力。这阵市长朋友向立委陈情，立委认为这个情况就像带头歧视弱势族群，让市长者感受受侮辱，恐惊有违反新权法的疑虑。千万两个人要安怎去？伊抽到了后，要安怎去考试的时阵？恁咧考的时阵，完全阁无想到讲伊要安怎考。那我希望还没有做得很好的各个部门大家尽量利用这次记者会以后，能够赶快来改善。立委要求各科室、采管等相关机关重新检视问题严重性，提出补救措施，才袂互发现公益采管的好意互撤销。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明年1月要举行，同志团体嘛提出同志政策白皮书，呼吁各党派甲参选者伫政见都要加入同志的需求，嘛要提出全面性的性平相关的政策。在政见发表上面发表对于同志有仇恨性的言论，这些都显示台湾的这个社会歧视的部分其实一样的存在。台湾同婚合法化已经满4年，也毋过同志也是同婚相关的歧视案件又原地发生。同志团体认为，无论是为教育、社会福利、职场，也是医疗等层面，都要有进步的空间。包含这一波的 Me Too 运动，其实开始让很多的社会大众意识到说，不只是学生需要学性平教育，其实很多的大人更需要性平教育。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研究，然后让性别的歧视的申诉机制能够增加对同志的可进性，然后也拟定政策来积极鼓励企业推动友善的职场。另外，在法制面上，同志团体认为，未来的法规政策应该让同志进入到亲密关系、婚姻，还是生养囝儿的时，拢袂因为性偏向还是性别身份，甲异性恋的权益产生落差。不能够使用台湾的人工生殖资源的部分，他前往国外进行人工生殖疗程，这个费用如果跟异性恋夫妻一次的疗程比较起来的话，可能是高达5倍。同志团体共同提出政策白皮书，也会甲各政党联系，希望伫各党甲总统参选人陆续提出总统大选政见的同时，也会当将同志需求纳入，提出更加完整全面的性平相关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电推动协和电厂要介绍天然气发电哦，嘛推动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计划。因为抗议不断，目前上新的是3.0东线的方案。在地团体哦，赶快嘛质疑讲会破坏海洋生态。也毋过早起有一阵在地人士甲专家学者是出面表示支持，因认为讲新的方案对家人民众的健康、有环境生态拢较好。缩小面积，佮甲填海造陆区东线，台电强调协和电厂油改气3.0方案，对环境生态冲击已经降到上低。会在为家人来的畅水教练王明祥提出海底相片指出，东线填海造陆区大多是沙地盐少、顶有蓝山的山路。伊虽然反对进前的1.0、2.0方案，但支持3.0。如果可以做那个栖地补偿的话，相对的我们会把这些山屋补回来。我觉得国家的建设需要用电那我觉得这个方案是可以认同的。为中华来的团代表嘛表态支持协和改建，反对中电继续北上，摕中部人的细部来发电给北部用。北部的人，请你不要太过于自私，请反世界的团体不要太超过。然后谢国良市长，我们要请他不要太冷血，你完全都没有想到我们中南部的人，我们要活命，而且我们要健康。无学者指出，4接兴建了后，会当吸引 LNG 船、邮轮来，会明显改善基隆港的空污。但反对的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强调，几十年来基隆火力发电送予湘北使用，嘛是牺牲当地人健康。是摆明欺负基隆人，长期以来是在基隆发电，然后输送给双北使用。换言之，我们其实是典型的北电南送，送到双北，然后而且是用备发电。
在地团体强调，无反对协和改建，但唯一支持改建成再生能源电厂，毋是继续来使用化石燃料，无就无转型正义可言。嘛，一期则为台电发现的专家学者，根本是咧替公部门擦粉抹黑子。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观光畅水器泰坦号畅到深海，要看沉船铁达尼号的残骸，所发生爆炸，有5个乘客拢死亡。美国海岸防卫队昨证实讲有找到一寡畅水器的残骸，嘛发现可能有人的遗骸，会个进一步来分析。部分畅水器的碎片已经送到加拿大的纽芬兰港了。加拿大的打捞拖船慢慢驶入去加国东部纽芬兰港口，船顶载运打捞起来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残骸。这是针对18出发去看铁达尼号残骸，过程中发生内部爆炸意外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所进行的打捞工作。搜救队伫铁达尼号差不多488公尺的海床，发现潜水器尾的残骸甲其他的碎片。岸边的工作人员甲残骸照顺序载去货车顶，也互这场艰难的敲锤甲打捞行动做一个结束。美国海岸防卫队海事调查委员会讲，残骸内好亲像有找到咱人的遗骸，后续会甲这个残骸运去纽约做进一步的调查，来查清楚事故的原因。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MBI, the board will first and primarily work to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is marine casualty and the 5 associated deaths. The MBI, however,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accountability aspects of the incident, and it can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proper authorities to pursue civil or criminal sanctions as necessary. 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医疗专业人员会甲估出来这个好亲像咱人遗骸进行分析。泰坦号潜水器伫北太西洋差不多3.2公里的深度发生灾难性内部爆炸。伫有可能这5个乘客目一个年就死亡，毋过因为事发地点是伫个真歹监管的深海，罹难者各为真侪国家来，这场调查一定爱真久，而且困难度真悬。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法国巴黎已经提升警戒，是因为一个17岁非洲的驾驶伫个临检的时候，警察枪杀，民众示威抗议，已经第2天了。总统马克宏是谴责警方的行为未当原谅，警察工会嘛会接马克宏。警方昨暗嘛掠31个抗议的民众，嘛有24个警察受伤，40台汽车轰毁掉。示威群众一直向警方拼炮啊！暴动进入第2暗，巴黎街路几啊台车拢被烧害去，镇暴警察分别去事故现场。警方表示已经控制几啊个单身的暴动，这边互人写警察太人为哪来慎重证据。27早起17岁非裔青少年仔啊，互警方开枪拍着胸坎仔身亡，毋过确实情形版本无同。An eyewitness filmed the police performing the check, one pointing a gun at the driver. When Niall began to leave, the officer fired at point-blank range, killing the teenager. The police's original version of events claimed that the driver tried to hit the officers, but videos showed them beside the car, holding the driver at gunpoint, threatening to shoot. 马克宏向家属表示哀悼，毋过讲的话引起争议。An adolescent was killed. It's inexplicable. 这个话引起警察工会生气，反抗马克宏对警方执法未信审判，甚至鼓励反警察受训有政治干预的嫌疑。另外，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是表示，要对法国警方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警方的一个推文认为是哪儿爸母有将囡仔教好，这推文已经被删除。被控太人的环境已经被拘留，强调开枪是因为迄时阵认为有生命危险，这代志伫法国引起高度关注。来自巴黎高考的法国脚球名车姆巴佩也发推文，为法国感觉伤痛，部分政治人物认为应该慎重调查，警察无辅助。另外，有法国警察甲美国警察愈来愈共款的批评，也有社会大众对警察执法过当、种族歧视这言论一直在关注。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穆斯林准备要开始3天的宰牲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昨有一个查甫人，经过警方的稳准，伫大清真寺烧古兰经，也毋过外界是认为讲这款行为会惹到土耳其，尤其即马瑞典当个争取要加入北约，佮需要土耳其的支持哦，所以瑞典有法度加入北约，这可能会有影响。
伫警方严密监视甲几啊10个共款是控制数用阿拉伯语画写之下，几啊年前为伊拉克倒甲瑞典的37岁莫明卡，几啊摆到古兰经，用古兰经夹入培根，掠几啊夜高点火烧。伊强调这是为表达对古兰经的看法，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民主。Burning a religious book, it's not freedom of speech. It's a provocation. 这行动经过警方认定，小古兰经未造成安全风险才批准。按过事后，警方另外用煽动反对这种族或者是国家团体对伊提出指控。过去同款行动伫穆斯林世界引起暴力抗议甲愤怒，尤其瑞典目前在申請加入北約，而且需要土耳其支持。按過這代志可能互安卡拉真生氣。Burning religious texts is disrespectful and hurtful. What might be legal is certainly not necessarily appropriate.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Hungary and Turkey to ratify the accession protocol of Sweden without delay. 莫米卡进前就申请过小古兰经，按过无得到允准。迄时阵理由是因为今年1月一个伫土耳其大使馆外口小古兰经的事件引起几啊礼拜示威，呼吁抵制瑞典产品。互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进行受阻，警方认为瑞典正做遭受攻击的优先目标，了后一度退回小古兰经的活动申请。按过上诉法院伫6月裁定警方禁止是错误。莫米卡伫今年4月表示，无想要伤害这责任，佮维护伊尊严的国家，目的也是破坏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請。公司新聞黃偉玲報道。最近全球有真侪所在拢正燒熱，加拿大對5月開始有真侪所在火燒山，燒掉的面積嘛已經有2個台灣遐爾大咯。火燒山的烏煙哦，嘛已經傳到歐洲和美國的芝加哥。火燒山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將近1.6億噸，嘛造成真嚴重的污染。看過去，會當看到大火佇森林炭燒。加拿大為5月開始，各地一直發生森林野火，這火災產生大量的濃煙，唔能影響國內，進前更嚴重污染美國紐約的空氣。暫時煙霧嘛一清，美國的芝加哥當地空氣品質已經予列入不健康的等級。I bought this mask because it felt dangerous to breathe the air. It's burning on the eyes and burning in the nose, and I don't think this mask is even strong enough. 除了美國濃煙嘛拖起法國等歐洲國家的空中，數百件野火產生的二氧化碳量，到26為止是2003年有衛星監測記錄以來的新高紀錄，超過2014年的1.4萬噸。Fires in Canada for this year so far, so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ill the 26th of June or so, that they've emitted an estimated 160 megatons of carbon into the atmosphere, which is already the highest annual total for Canada over that period. 歐洲各百年的大氣監測機構的科學家帕林戈頓表示，這煙霧已經拖起西班牙甲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島、愛爾蘭甲英國，而且繼續往法國、荷蘭、比利時甲德國發展，進一步往東邊拖。不過煙霧的宣布粒子會停在大氣內底較懸的位置，所以無啥可能會影響到歐洲的空氣品質。暫時加拿大國內累計數百件野火，造成至少770萬公頃的土地予大火燒去，等於燒掉2個台灣的面積，更加互看做是加拿大現代史上上大規模的野火，邁進一步互全球暖化惡化。公司新聞內是同朋友。國內消息來看，咱國內的出生率又個創新高。內政部統計，去年全國阿嬰仔的出生率只有5.96%，是47年來上低的記錄。也毋過哦，桃園的出生率是6度上濟，又佮伊中壢上懸哦。桃園的民眾表示認為講，這應該是鼓勵生囝的措施產生效果。嘛有人認為講，是因為桃園的厝價無介懸，佮有機場捷運甲高鐵交通真方便，所以成袂少少年翁仔某來遮生活。大路一棟一棟起，桃園人口一直成長，也是上會生的縣市。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去年全國新生兒出生率5.96%，創47年新高紀錄。不過桃園今年5月，年出生率達到8.03%，是6度之首。其中，閣以中壢區民眾上會生。今年1到5月，新生兒7317人，以中壢區1425人摕第一。桃園區1374人第二。
桃园市的涉及人口数在今年的5月7号达到了230万，人口数一直呈现正成长，那出生率呢也是6都中最高的。民政局表示，最近几年提出真侪项促进人口政策，予少年人加结婚、加生养，像提悬生育补助，每体3万增加到每家一体加1万，税收补贴、公社、幼儿园加托婴中心。帮助业者也分析比较台北房价，平均计数来到7字头，新北也爱35万，桃园房价都较亲民。在桃园还可以找到3字头甚至2字头的中古屋哦，对于小资族来说，真的是大台北生活圈当中的房价亲民区。另外，帮中业者观察，去年中立区人口大约42.4万人，桃园区46.2万人。两大行政区中，中立区人口数比桃园区少，也毋过出生人口数较侪。主要是中立青埔地区、过岭中华区往返台北交通方便，吸引不少少年人翁仔某来住，所以新生児人口也较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伫几个地点设摄影机，提供24点钟的影像，也毋过所发现讲有所在摄影机，互民众乌白移动。东管处是强调讲，这款行为违法，上最是当罚50万。南南大海山顶步道甲亮灯啊，这是花莲丰滨乡基奇步道大石片山的及时影像，利用网络24点钟传送数时变化互大家欣赏。也毋过，二次今年有游客当镜头来翕家己一群朋友，将公家摄影器材当作家己的器材来使用。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感觉？这个是在照一些美景给大家看的嘛，对不对？我是今天就不要用了。不行啊，这样子，这是公务，不能乱动啊。查某人行为引起民众不满，过事后也无将摄影机的镜头调整当原位，及时影像也多好记录到伊违法行为，因为摄影机分台有慢速灯的莫大毁损会依法求偿。那如果说真的造成损坏的话，依照我们的《发展观光条例》第62条，其实是可以处这个5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而且可以如果说有损坏，可以请他恢复原状，然后或者是要照价赔偿。东管处强调，花东海华山重点区拢设有及时影像摄影机，目的是要互网络上的朋友，拢会当及时欣赏四季美景。先做当这的公共设施是无应该行为，为民众的查某人已经委托警方侦办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发生几个受刑人闹跑，矫正署决定讲，对后个月开始，要利用科技辅助监控系统，受刑人若离开家家，拢爱挂电子手环，随时掌握行踪哦。嘛对面的外一甲开始试办。飞机显示时间掌握电池的量，内底阁有 GPS 会当清楚定位。这款电子手环一个挂起来，无法度讲绑就绑。矫正署结合科技，即时掌握受刑人的行动。去年8月，受刑人林姓吴返去厝里探亲，煞无搁再返来报道。为明德外役监脱走了后，犯台南杀警案，有2个警察往生，社会着生惊。一直到去年这10档以来的统计，外役监有49个人逃走。今年到今嘛发生至少4件，就是惊搁再有类似的行为。矫正署规划科技监控，预计7月开始实施，会升至明德外役监次班。有3个适用对象。那第一个是我们日间外出到厂商工作的自主监外作业。那第二个是我们外出返家探视的受刑人。那第3个是外役跟监外作业的收容人。大约400多个受刑人，只要离开监所，就要配这个手环。试办一档了后，效果若好，就会扩展到全国。只是矫正署进前讲要修法，拍算扣关外役监人选的标准，即马阁要强化对受刑人的监控，引来民间团体的批评。不应该用这种所谓的电子的设备来违反说整个外役监设立的原则之外，我觉得这也很违反人权呐。那是不是我们干脆走回头路，就是全部废掉外役监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外役监设立的目的，就是要让受刑人会当慢慢返来社会。但是民间团体认为，矫正署这款监控是侵犯人权，各项措施愈来愈严格，根本就是迫害外役监立法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现场的农民上惊拄到丢绿病，农委会甲台大合作找到抗病基因，嘛利用高雄145号培养出会当抵抗丢绿病的新品种，叫做台大高雄1号，做回来看卖。丢我已经结水，但是我过去看，一寡都已经冷去啊，敢若剩壳尔。丢热病红叫做是丢我的瘟疫。
遇到真菌对稻仔的苗到水拢有可能受害，减产3成以上。农委会和台大合作，对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摕到抗病基因度，和高雄1/5号交配，研发出国内第一摆用分子标志的技术，种出抗稻热病的品种。我们这次挑的 PI9 这个基因呢，它表现很好，都有研究显示说它对大部分的菌株是抗的，也就是说呢，它理论上是可以撑更久的时间。新品种是号做台大高雄1号，产量是比一般的稻仔较少，每1公顷是减少1000公斤。农委会讲，安尼会当唔免合接去喷药啊。第一个人工减少了，成本也减少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是有利的。农民看到抗稻热病的新品种出现是真欢喜，认为讲虽然减产，但是会当减少用药，会较好管理。他们个比较好，无人咧当咧头了，拢爱去人拜托，喷了工人少，拢爱请，拢都是拜托啊。为着对抗稻热病，研究人员是一直在研发新品种，但是真菌的演化和变异都真紧。目前台湾上普遍在种的台南11号，本地会当抗病，但是大面积种3-5冬了后，佫变甲会去挖着病。这摆台大高雄1号特别扩大抗病，会当去对抗佫较侪种的真菌，有机会当突破过去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这学期要结束咯，学生啊特别热闹咯。云林考学的顶河国小全校才65个人，今年营养午餐的经费阁剩4万多块，所以就太热闹进前哦来帮大家加菜。囡仔选出讲，因常常要食的物件有披萨、炸鸡、素食套餐哦，所以学校就连续4天帮大家加菜。食饭时间一到，拄刚杀到平时较少食到的披萨，要学生当做营养午餐来加菜。这学期就要结束。为在云林考河顶河国小，利用今年营养午餐的盈余4万多块，由学生家己票选加菜项目，包括披萨、炸鸡等等。要在这学期最后4天来加菜。有蛋挞有带回去，其他都在这边吃了。哦，你妈妈、爸爸有说什么吗？爸爸说也中午要来我们学校吃。小朋友比较少接触到一些比较高级或是外面的食材，所以我们说啊，不然我们就从大都市啊，我们这边大都市北港。然后买一些素食啊，让小朋友就跟平常吃的不一样。这样。校方表示，因学校位置较偏远，学生平时就真少机会食到都会区的美食。但5年学期结束进前，大概只会当予学生加菜1天。今年碰上学校60周年的校庆，加上家庭会支持，而这学期会当连续加菜4天。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就会想说，我午餐吃了，我想要带回去啊。然后妈妈看到，你怎么学校发这个？他们就这样妈妈今天晚上都不用煮了。校就讲，校平时营养午餐有3菜1汤1主食，其中文管府补助7.1块，教育部午餐的真正计划挹注62块，各其他企业等单位的登记帮忙，学中校师生教职员，这65人的偏乡小校，会当在学期结束进前，食到无同款的加菜。记者向为你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20多岁查某囡仔，对9岁开始哦，就常常规身躯酸痛，拢靠食止痛药啊来减轻痛痛。后来去检查，医师表示讲，伊是得到纤维肌痛症哦，这算是一种慢性病。医师嘛建议讲，规身躯肌肉痛痛超过3个月，就应该去病院检查治疗。用手对手肩胛头来疏解痛痛，20多岁的男性住民吴小姐是家庭主妇，不过对9岁开始，全身的筋骨常常无原因的痛，影响伊的生活，不时拢爱靠活动身躯来疏解，还是食市面卖止痛药来消毒，效果拢无好。看医生诊断才发现是得到纤维肌痛症。生的是生小孩，就是也有跟过来这边比较新的生活，好了就是还不习惯呢，语言沟通什么就是很多理由，一起就是变成压力很多，好了就是他就发比较长了。无伴动物嘛无激烈的运动，纤维肌痛症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拢无振动，也是要困进前特别明显。医生表示，纤维肌痛症是一种慢性的痛痛，成年人的盛行率大约2%到6%，以女性为主，主要是筋骨拢会痛，加有疲劳、困不起的症状。在做病友的教育上面，是我们希望能够鼓励病人放松，那改善生活的形态，这个是第一步。但是相对台湾的我们这种比较高文明的社会，其实不太容易做到，所以有时候使用药物是一个好的方式。医生表示，纤维肌痛症成因非常的复杂，超过3个月以上，全身痛痛，所以找无原因，就要赶紧配合医生进行药物的治疗，控制痛痛，会当改善生活。记者李选比较关高雄报道。
方认为是上强。最近毕业生开始找头路，日日拢爱写自传，有人就用 AI 人工智慧来写自传，甲日日30秒就完成了，也毋过效果安怎？咱做伙来了解。摕到地理系甲主管系上学位，过冬下准备找头路，想着爱写自传履历真了工。最近伊试用 AI 工具输入学经历甲专长去生出自传。我上面有写到的大部分的我具有的技能，在这个AI 生成自传里面都其实有产生出我要的结果。30秒的时间 ，AI 生出500字的自传，同款的时间过冬下则写50字，而且重点是想要强调的技能，伊拢有写到。AI 自传的话，我们目前是串 ChatGPT 为主。那如果你今天是可能不同科系的话，你可能会使用到不同的所谓的 AI 应用工具，像是Midjourney， 它可能是否就是影像生成相关的，可以再修改一下，因为修改的话会比较贴近自己实际的经历，会比较好一点。AI 快速生出履历，东吴大学器官系助理教授吴兴培讲，无定着讲了有道理，毋过无一定有内涵。爱注意的是，敢有对应到定在消息当中的要求？他在过去的专业啊，还有这个实习经验或者是社团经验上面，是不是能够对应工作要求？吴教授讲，履历自传因为是精选工具之一，企业应该加使用多元的精选工具，像讲背景调查的推荐制度、适性测验，加强主管面试训练，并且以科学方法去验证这无共精选工具。若选出所需要人才，嘛确保选用了后用到真正好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清华大学老师甲学生记录台湾南回铁路，伫台东屏东的邦寮来去5天哦，完成南方宿务铁道的纪录片，用镜头来记录火车司机甲南回铁路工人的点点滴滴，咱做伙来看卖。上台北念书啊！都是坐这样的车。老火车驶在山甲海边，这是南回铁路特有的风景。清华大学老师带学生团队，利用5天的时间，一点一滴把南回铁路的故事透过影像记录起来。其中不少拢是台湾人成长的共同记忆。我一直觉得台湾对于铁道文化的一个认识跟整个的理解，我觉得太过狭隘。那个狭隘是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它承载了整个台湾人的这种生活情感跟很多的记忆，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更开阔一点去看待的题目。所以怎么从铁道文化来认识台湾，这是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议题。导演讲，纪录片对摄影、配角、工作人员拢是清华学生参已经毕业的同学，其中还有来自不同科系的学生。自开始到完成过程确实真无简单。晚上就在那边看着工人施工，然后在那边第一次的拍摄，我觉得很新奇，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我会接触到很多可能我这一生不会接触到的人事物。这个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就驰骋在整个中央山脉南段，驰骋在整个台湾海峡太平洋这个中间。很美，我觉得台湾很多人觉得台湾很小，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没有细细看它，我们没有慢慢看它，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美丽，好多的故事，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南方宿务铁道纪录片目前等在电影院放送，导演邀请大家去看这部记录台湾铁道的纪录片，共同来感受南回铁路的风华。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湾经过无共政权的统治，为着要控制言论思想早期有禁册制度。伫台南的台湾文学馆，佮举办文学禁册展，要来消解各种禁册种类甲政策。望讲透过展览，互民众会当了解到民主自由的珍贵。目睭看到的册背后拢有痛苦的历史，对日本时代到改严台湾人民的思想甲言论，有买50段时间受禁册制度影响。这个台湾文学馆举办文学禁册展，消解禁册种类甲政策。其中改严时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4组是规个政策的主导。不管是党政军系统呢，就通过他们各自的管道对这些书籍进行查罄，然后或者是下架的动作。禁书这件事情上，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查禁图书目录，但是这个宣传周报可以说是
整个禁书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前行的一个刊物。目前的社会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开放了哈，可是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有。在迄个年代，真侪文学界作品无法度出版。其中民国43年，中国文艺协会发起文化清洁运动，被称作文艺三害，就是共产主义、性别禁区、政治内部等有关的全部拢禁止。当时引起文学界抗议，认为用文艺政策控制出版品是违法的。国两会的新所这样一本书，就由于涉及到乱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性禁忌的话题，被开除中国文艺协会的会籍，然后这本书也被查禁。我们花在这个上面的时间太少了。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认识自己的机会。现场展出66件检测甲杂志，展览嘛结合实境解谜游戏，互民众抢救要消失的文学作品。这个展览就是要互咱知影言论自由，不是对天顶拨落来，望大家爱珍惜。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咱爱大厂比基林过去这几档哦，一直在研究将免冠风的车链，经过测试哦，即前嘛已经甲法国签约，有3台悠久的卡车拢到这款链啊去上批。比基林是表示讲，因为这款链啊唔免冠风，袂崩链，嘛袂消风，所以卖学生油。这是车链大厂米其林的新产品，免冠风的车链 Aptis。米其林进前几年就开始研发这种免冠风的车链，即马正式甲法国邮政签约，而且3台邮政卡车大型用 Aptis， 佮一定2024年前40台邮政车拢用这种的。On va l'appeler, c'est un pneu innovant, parce que c'est un pneu qui a comme particularité qu'il n'y a pas d'air à l'intérieur, et donc vous avez toujours une bande de roulement, hein, ce qui vous permet d'adhérer à la route, de freiner, etc. Et non, très heureux de pouvoir contribuer à peut-être à cette future... Si un jour ça apparaît sur nos véhicules, je pourrais dire à mes enfants et à mes petits-enfants, écoute, tu vois, c'est moi qui les ai testés en premier en Europe, et ce sera une petite fierté. 米其林公司是讲，这款免冠风的车链适用伫汽车甲轻型卡车，无需要冠风的特色，互车链较袂防恶意吐破，也是讲伫路会发生破链的意外，毋但会当互驾驶安心开车，嘛会当减少维修的费用，也甲换链的时间。法国邮政也正看好这项合作，因为减少换链，也甲避免因为破链消风，车会较了油，所以会当有效节省开销，提高送批效率，也甲减少碳卡价。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